港澳人士同埋外地人喺珠海買樓跌幅最大嘅區域有邊啲呢？就係以下5個片區啊！當年樓價咧從最高點到依家咧，簡直係跌到黐晒線啦！咁跌幅咧遠不止腰斬，甚至咧達到7、8成啊！咁如今呢5個區域嘅樓咧，簡直係賠錢都難轉手啊！實在讓人難以接受。咁珠海呢啲片區咧，本地人都唔會睇一眼啊，只有外地人同埋港澳居民先會去買。咁視頻可能會被落格，建議先收藏同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一就係呢個港澳買家最為集中嘅區域，就係呢個珠海保稅區啊！當年憑借呢個琴澳一體化發展同埋呢個環橫琴概念，以及作為橫琴一河之隔嘅區域優勢咧，吸引咗大量嘅港澳人士前嚟投資。咁如今嘅保稅區嘅公寓價格咧跌幅超過7成，咁住宅嘅價格咧亦都慘遭到腰斬啊！咁處境咧十分之困難啊！其次就係外地買家踩雷最多嘅航空新城 B 片區啊！當年咧依託規劃中嘅金灣最大輕軌樞紐站，加上呢個航空新城稱號100億嘅核心配套，將樓價咧推到每平方28000啊！時至今日咧，該片區咧仍然有新樓在賣，咁價格咧都係每平方9000幾蚊，跌幅咧超過6成啊！第三就係呢個金灣嘅濱海商務區啊，呢邊咧其實係一個填海形成嘅孤島啊，因為靠近橫琴而一度被炒作成為呢個橫琴後花園，並且憑借各種配套概念，樓價咧曾被拉到每平方25000到3萬，但由於呢個配套嚴重縮水啊，如今單價咧係1萬出頭，並且當年主要係靠外地客戶嚟支撐呢個市場啊，依家就算夜晚過去行街啊，都見唔到幾個人啊，可以話係名副其實嘅孤島啊。第四就係呢個高新區嘅北圍片區啦，10年嚟咧依靠呢個深中通道同埋深珠通道嘅概念等炒作咧，樓價咧從每平方15000飆升到3萬啊！咁購房者幾乎全部都係外地投資客，自住比例咧極低啊！令人深思嘅就係喺呢邊咧開間便利店同埋送水店咧都難以維持經營啊！即使呢個深中通道已經通車，深珠通道咧亦都傳出咗呢個動工消息啊，但樓價咧已經跌落咗神壇。咁新樓咧係大概係12000左右，咁二手樓咧8、9千都冇咩人去睇啊！第5個區域咧情況尤為慘淡，可以講係偏遠荒涼之地啊！平沙新城位於珠海嘅邊緣片區啦，當年打住呢個西部生態濱海新城同埋呢個溫泉文旅概念嘅旗號咧，樓價咧一度推高至18000。咁多年過咗去啦，咁配套遲遲未落地，咁位置偏僻，人煙稀少，咁如今單價咧跌到5、6千蚊啊！咁呢種地段咧租售都難啊，投資嗰班人咧想割肉都難出手啊！如果你近期有計劃想喺珠海呢邊買樓，又驚中伏又驚瀨嘢嘅，歡迎點擊我頭像揾我攞一份珠海嘅買樓避險指南。咁我係珠海嘅江哥啊，灣區睇樓保駕護航。